祖灵屋啊，祖灵屋。哦，这巡查省，然后桥梁，带兵出入的桥梁，然后湖，象征着兵马营啊，像那个汉人的庙的五营啊，东营、西营、南营、北营、中营。你看这祖灵屋里有2个部分呢、右边这个是巡查官的，左边的有猪头刻的是祖灵屋，拜阿力姆、阿力祖，有看到吗？猪头刻的，然后有湖中有水，称为象嘛，是代表祖灵。不是拜那个湖，是说湖里面的水代表祖灵，当然是拜祖灵啊。叫祖灵屋，你看到了吗？竹头，哦，这个拐杖状的那个上弯竹头节，叫做那个跳桥，俗称跳桥。祖灵桥，巡查省领兵进出的管道，哦。露天铁笼围成的地方有一个湖，就时称兵马营的哈，公界的卫哨站。